就爱等后是要做官要好业，就爱学搬戏。来看到真侪人想要做导演，或者是想要来搬戏做演员。台中市政府想要开班来教人，像讲网络真情的直播主的特训班，也有公民记者培训班、影片专班，还有头一届和法律问题做伙教。或者有兴趣食这道的人，伫咧创作的过程，安尼较袂去违法。昨嘛开始开放有兴趣的人做伙来报名。喂，小柯哦。喂，我学长啦，明天什么时候出来约会？蔡阿嘉也是理科太太，这个直播的网络红军一定摇起来。有调查显示讲，有4成是这个受访的上班族，因拢有意愿要来争做网络红军。那想要争做这个网络红军，就要先训练。台中市政府要来开这个网络红军直播的特训班，而且是免费的。谢谢掌声，欢迎我们的包青天。伫台仔顶穿古装的，这个就是台中市新闻局局长吴鸿升。会穿安尼，就是为着要宣传台中市伫要开办的这个课程。除了会当做这个网络红军，假使讲你若想要做导演，也是做记者，嘛有课程会当选择。课程佫偷改甲这个影视法律甲纳入去，安尼通避免这个学员伫创作的过程内底来触发。我们在很多直播影片当中，很有可能会是涉及到个资法或者是创作权的问题，那这部分呢，也是需要教导给市民朋友知道的。我是第3年担任这个课程的老师，那我想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影片制作，让台中市的民众都能够有机会把在台中市生活的一些故事把它说出来。另外嘛，头摆首创这个影视学院，开设影片的行销发行、肢体语言的训练、电影配合这个选修的课程。拢有专业的讲师来教学，培训民众来制作属于家己的影视作品，还有机会通伫咧电视来演出。记者综合报道。